大家好，歡迎收睇165集，由第二屆叱咤人談呈獻俾大家嘅交叉黨，我知明講廢話嘅。嗱，哇！真係咧，先係咪咩命中注定我近你嘅？哇！讀完嗰個咩阿取話集，唔係心理師集咧，讀完哇！真係讀開有條癮啊！佢話咧，今個禮拜啊又嚟啦啊！今次咧又最新出本奶周第382期啊，又出咗啦！哇！其實係咪讀唔讀得嘅嘛？唔出得街嘅係咪？今個禮拜咧，我又睇下今日阿取話咗啲咩先，唔係心理寫咗咩先？話今個禮拜嘅題目勁啦，叫做不要醒來啊！不要醒來，咁咪又要讀俾大家聽喎其實有冇人想聽咧？唔知喎啊！不要醒來，我而家開始喎。多麼渴望你還在昏迷中，我可守在旁享受，以你作伴的高級待遇，時而刺探你的夢，頑皮如小孩，不理後果的搗亂。你這段時光的潛意識，相互一刻都加上我的投影，霸佔你將來孤獨時翻閱的回憶。請不要醒來，我寧願拔走給你維生的電話線，靜寂感受你的離去會否帶有幽幽的清香。話上次嗰首好似係月下課，今次係不要醒來。其實都話咧，聽講佢話寫詩集咧，即係話寫詩集咪冇市場嘅，我都寫開詩㗎，不過詩係嘔血嗰啲。咁啊，即係呢啲唔係廢話嚟嘅，神話嚟㗎嘛。佢話點樣寫詩都潮啲嘅話咧，最緊要咧就係話唔好成日讀啲中國古詩，其實新詩都好有新意嘅喂，第時咧真係可以咧做翻個節目先好㗎嘛，係咪？讀下潮下先開心啊，係咪？有人讀。enjoy 先啦，所以大家都係支持阿取話集，唔係心理師集啦，係咪？好，咁就喺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